们去直击他。文心到了吗？好像快到了。好 ，OK， 很久没有看到黄谢谢小薇老师，歌手，他是我们小薇老师今天也是公益哦，没有拿钱哦。我们去找金曲歌王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要去找金曲歌王的路上，真是充满了惊喜。歌王不伫家呢？我唔知呢。啊，歌王伫倒？靠腰啊！啊，别当公拍话，我在直播，看一个，伊要看金曲歌王。帅到分手，怎么那么帅？帅到分手。帅到分手。哎，麦秋兰来关好不好？好，没事了，好，看到了，可以关掉了。可以关掉了。这样子，你自己关啊。他们看到歌王可以关了。看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没有，真的是我的荣幸啊！今天能够来到这边，然后能够做这个公益的活动，这样，那能够奉献一点点小小的心力，我真的是还蛮开心的。谢谢你啊！那其实呢，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一个人，或者是我们在下所有的人，我们的力量加起来是很强大的，是很强大的，是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来邀请文心来为我们献唱歌好，曲。现在要唱的第一首歌曲，它是比较励志一点的歌曲，台语歌曲《越走越有》。好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卢卡路用，欢迎文心为我们献唱。真有气，真有气。红红的路，无雪地就想起的彩色的，偌多人为生活无你的在做。好情路，好情路，有啥有望相信这风霜回头再是继续被我抛光。为你放空我的今嘛就开始，目屎干着一起轻飘无人情，嘛是会走一条光明的路。路要愈行愈勇，行出家己的路，行出精彩。我要愈行愈勇，用我的勇气，走出前途光明方向的出路。路在是真心的我踏过。为你放空的今嘛就开始，目屎含着一起轻飘无人情，嘛是会走一条光明的路。路要愈行愈勇，行出家己的路，行出精彩。Like
谢跟着这首越走越勇，撸卡撸勇。是，那也希望我们在公益的路上，我们要撸卡撸用。对，不怕任何的那些困难跟考验。是，那最辛苦的，我觉得是我们的院长。那院长其实他光在新店的这个创世基金会，他们每一个月他们的这个支出大家都要破100万，是，所以他们都非常辛苦，要一年其实都要破千，真的。我觉得要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其实全台湾非常多地方很多。其实你们全程走透透，你们都知道，有一些比较，其实我们台北县市是资源算丰富的。那其实在，比如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要为台东的这个安养院募款，然后要增设这个33个床位。那其实台东它比较偏远，对，那其实有更多需要照顾的人。那也希望大家的这个爱能够传播到那边去。对，我觉得多少捐多捐少那个一点点心意都没关系，是最重要是那个心意，真的。对，那个就希望大家可以伸出援手，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。是，那其实如果说有小孩的人，其实当父母的，我们如果说平常有在做爱心，那随时不只是说在创世基金会要帮助别人，随时随地在路边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伸手去拉人一把。那其实也是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。没错，真的。那也感谢你啊。那我们接着下来，我们再来请来听你第2首歌曲好吗？第2首歌曲，这首也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。这首歌是我在第22届，也就是建国100年的时候，让我得到最佳台语男歌手的这个奖项，非常幸运的一首歌，送给大家《天地》。好，欢迎文熙我们带来的金曲歌曲《天地天地》。你是我的心，你温暖对你温柔，怎能多想是你？有泡泡的心爱总是几个你是我的，感谢为爱太多为我破灭。
世，今生今世，用情拍拼天地。尖叫声，好不好听？天的是咱的一个，为我你牺牲遐尼多。虽然你不捌后悔，过去风浪我会用心领会。天的是咱的一个。感谢你心背一切，今生今世，用情拍拼天地。谢谢黄文清给我们带来第20届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得奖的《P Day》。送给大家，好好听哦，比较温暖一点，真的温暖大家的心哦。是。好，那伟星不晓得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参加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开麦？好啊，没问题，真的谢谢你。那我们请我们的小天使将我们的画作拿上来。好，那小天使要不要跟黄文星哥哥握手一下？中间好，在这边站两边。画是重的，画是小的。对。来，你们2位美女，可以跟这个我们的黄文星握一下手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他们也是今天来当义工，真的，好，非常的辛苦。好，那我们要邀请到这个我们的画作的作者，请上来，一样是廖仁斌老师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仁斌老师，老师你好，好，这是我们的金曲歌王。最佳男歌手奖，没，这是老画，老师也是这种。是，我们这个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？平安吉祥，那个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吉祥哦，那个竹子就是平安，然后石头要代表长寿。这幅画是非常有吉祥的画，挂在家中的话就是吉祥、平安、长寿。吉祥、平安、长寿的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台上的是我们廖老师还有维希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呢就又来我们的这个喊价喽。那我们的起标价，我们从1万块，好不好？老师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让大家都有点机会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这幅画叫平安吉祥，那我们从1万块开始起标。好，等一下那个起标的人可以跟文心报一下，可以吗？报一下没问题啊，报一下再加5000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要这样，好，来1万块起标，好，有没有人要标？平安吉祥这幅画作，那廖老师，我们一样在这个展览的时候，我们这画应该大概讲的时候，那个风评很好，大概标，大概人家喊到多少钱？我再讲一下吗？3万，3万哦。3万是人家你在那个有这个价值，因为栩无声，真的，整个是非常有那种意境，对不对？意境。其实画作就是你要坐在家里面细细的品尝。对，而且每个人所看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，真的，要自己慢慢的去体会。是啊。好，1万块，有没有人要起标？有没有人要标？1万块，好，2万。刚刚那位大哥。他标2万哦，起标2万哦。还有人要标2万，2万1有没有人要？平安吉祥，这幅画作比较大一点哦。哪边？还有没有人要标再高一点？再高一点，这个再高一点，是我们这个款项。今天募得的款项都是要就是要送给这个台东对。这个增加人家的床位，对，照顾这个植物人，是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。是2万块，2万1有没有人要再起标一下？快点，2块哦，2万1哦。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幅这个画作要起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，2块。还有没有？
哪边？有没有？2万1要不要？2万1，3万。刚刚那位大哥，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有。哪边？红色的衣服，刚才那个大哥。刚才那边3万，那大哥。这边3万哦。这边有没有人要喊？要吹了你不要命。吹了你。对。文心在讲。做个功德嘛。对。我们有功德无量。真的，我们要爱心，这个无限大哦，3万块。这边有没有人要喊？没有人。5万。3万5。3万5。哦。3万5。谢谢这位大哥，哇，非常有爱心，谢谢你，真的很有爱心。好，感谢你的爱心哦。来，3万5，有没有要再标？3万5。来，这幅画叫平安吉祥哦。吉祥。对，其实挂在家里面呢，每天看着它出门的时候呢，就好。其实今天做这个功德，把他的画带回去，就已经是平安吉祥。真的耶！真的，因为你会知道说你拿出来的钱是要帮助很需要帮助的人。老天爷都知道了。真的，好人也会有好报的。对，来，刚刚那边3万5，还有没有人要喊？3万5一次，3万52次，5万。哦，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刚刚我们上一步动作，那位大哥，他喊到5万哦，那5万呢？5万块，5万块，有没有人要再加上去的？还有，5万块一次。红色衣服大哥，要不要再加一点？没办法，这。没啦，尽力就好。当然，有这个心我们就很感谢啊！好，5万块2次，5万块3次，恭喜这位大哥得标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这位大哥的爱心。大哥有要上台吗？没有，看大哥都不回头，应该就是很低调。他很低调的，谢谢大哥的爱心，感谢你。那我们的这个5万块都会捐给我们的台东科院，那也要感谢我们的廖老师，你的热爱让我们得到不少的捐款啊。那也请到我们的院长来我们颁发感谢状。好，这是老师的啊。那文心，谢谢你啊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你在，让我们这个好2个，好一起的。好，谢谢廖老师。请问你们有买餐券吗？3，你们出去哦。2、1，好，谢谢。OK。谢谢廖老师，谢谢廖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。这个文心，我觉得刚刚你站在台上，我觉得这个威力很大哦，这个一下就飙到5万块，谢谢你的陪同。那今天真的来了，我就觉得做这些事情，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，真的啊。其实你一般都在1个2个对，他们拍戏唱歌，对，他们那个是为了生活在，是。那其实偶然参加，就像在这个所有的会都有公益可以多参加。好，真的啊，希望你多多参加。谢谢。好，那院长我们听到了哈，有机会请文心很有爱心哈。好，希望以后每一场都找他，没有空了也可以啊，尽量拨空。是，为了这个爱心纪念。好，那我就帮你打点广告。听说啊，你有出书是不是？那个是很久之前，很久写真书哦。没有啦，这个算是一个吃喝喝在名字叫高品都是，然后是吃喝喝介绍我在南部高品地区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。你是南部人吗？我是南部人。南部哪里？屏东。哎呦，很难呢。屏东乌龙。乌龙派出所。这真的叫乌龙吗？真的叫乌龙。对。真的奇怪，你在屏东你怎么这么白？上来台北久了就白。就慢慢变白。因为屏东的天气比较炎热，然后上来台北其实就慢慢的都在室内哦。对。其实我也是南部人，我是台南人。台南吗？对。台南哪里？台南市。台南市的。是的。如果你说白河的话，那我就会非常亲，因为我之前拍戏在白河那边，白河一体前拍。对。有没有吃过台南的美食？习惯吗？
美食当然习惯，南部人当然吃美食习惯了。当然，对台南最深刻印象就是那个小黑蚊。小黑蚊，没有啊，因为在白拍，你知道很多就是台语俗称偶飞嘛，偶帮啊，偶帮对，整个会那个真冰下来，疯狂攻击，对，是整个这样附着在你身上，群体攻击，那非常痛。像屏东因为比较少会风大，蚊子都被吹走。也不是风大，我觉得不知道，可能是地区性的关系吧，可能就比较少有那种什么小黑蚊那个。我觉得台南那时候去拍戏，真的遇到蛮多小黑蚊，而且台南很多都在养那个鹅拉脸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海边的地方。对，很多这样。其实还怎么去那边拍戏，其实还蛮不错，就是就会感觉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样。其实南部人其实回到那个地方就天气热，但是人也热情。啊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南部人真的很热情。是。好，那感谢你的分享。那有机会啊，大家去看看这个高屏，对，高屏。你说我写真书那高屏，我都是。现在应该绝版了啦，现在绝版。网络看。看你的身材。对，谢谢。那我们继续来，请维新来为我们献唱下一首歌曲。下一首歌曲是一首对唱的歌曲，它其实当初在做的这个概念呢，是用比较像是台语版的左右为难的感觉。因为以为今天灯辉是因为没有互相见到面，就是在刚才在后他第一个，不然是可以跟他一起合唱。我刚现在我唱之前3心2意，对，其实之前跟他有拍戏有合作过，对，然后这首歌也是当时我跟他一起拍戏，在华视拍了一部戏剧叫做《猛甲要飞》里面的一首好听的插曲，对，3心2意，送给大家。好，我们欢迎维新为我们带来的谢谢。心可能伤心了。
最近的人生所在，是我不应该爱你阮心爱，当作是阮带着心情还爱来，你不能想着不是你的爱，是我不应该爱你阮心爱，是有时间可能伤心了伊的爱，找一个平静所在，是我不应该爱你阮心爱，当作是阮怀着相情还爱来，让我来想着不是你的谢谢，带来这首《三心两意相心相依》。果然是我们的金曲歌王，谢谢，丹田非常有力。没有，今天的音响真的是还不错，蛮好唱的。对，真的，echo 有比较重一点吗？没有 echo 没有比较，可是他这边的今天就是调的差不多，因为有时候你知道，你歌手就很矛盾，就很怕遇到就是音质不好，就是里面对，然后里面的那个监听太小，你就会唱得很大很用力，你知道就会走音。其实它里面调的虽然小，可是它其实外面是还蛮大的，只是我们当歌手在里面就对，所以正常都带那个音哦。可是今天就不用，今天我刚大概听了一下，还蛮清楚的啊。对，因为就是那个 PA 大哥还蛮专业的。来，给我们 PA 大哥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其实 PA 大哥很早就来，一直在调音。调那个，我觉得那天调的真的非常的棒，真的谢谢，真的很专业。那我们马上呢来听你第3首歌曲。第3首歌是这首歌呢是三立一家人的插曲，是由您献唱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叫做《思念成沙》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黄文熙我们带来的《思念成沙》。忘记去碰菜了，就跟我提醒他没到比赛跟大家握手。他那个负责主场班，我跟他说黄文熙第4首歌他没上去。要不要合照？嗨。有要握手合照的，希望你们可以多捐一点点，捐款好不好？100、200都可以哦。谢谢。你的有点像秋冬我。谢谢。好。快乐幸福最短，如今的我离家。谢谢。你能空爱人生，虽然不了风会散去的往事，真酸。心爱已在袂记啊，就像是在手流沙。谢谢。先接过一下我，然后再直播，不好意思。
好，我们再次给黄市长先，谢谢他带来好听的歌曲，还有一首歌，对不对？文心，还有一首歌，那我们赶快把它唱完。如果等一下你想要跟黄文兴合照的话，欢迎到这个台上来。是。那刚刚呢，我也希望刚刚文兴也非常热情哦，到台下去跟大家握手合照。那也希望刚刚有合照，刚刚我们这个黄登辉，对，他刚刚也是下去，对，握手合照。是。他随着币就募了2万多块。哇！所以我希望刚刚有拍照握手的人，100块不嫌少，1万块不嫌多请你心意，我觉得心意就好。为了我们的文心，你再捐了一点点钱，好不好？大家随性，随心就好了。随性，对，有爱就好了，有爱心就好了。是。好，等一下如果想要拍照，那想要握手的可以刚才是有签唱会哈。OK 好，欢迎上台啊！那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邀请到黄文兴，我们唱哪一首呢？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然后它同时也是金曲歌王，一位金曲歌王的歌手，信歌的歌，对，叫做《沙米沙利》，想不想听？谢谢。这首歌真的是经典哦，经典。如果大家会唱的话，就可以跟我跟着好，跟着一起唱哦。来，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文兴为我们带来的《沙米沙利》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刚刚握手的时候，观看人数最高的，刚刚握手，观看人数最高的。我说刚刚看这个的。分手渐渐笑你无归冷的窗，空空的酒杯，装着满满的心事。你的形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。想你三米三，回头甲袂把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再见，风吹草动嘛心平淡。想你三米三，一点一滴安怎嘛袂记，乎你带走的我的脸，只有随风远纷飞。掌声鼓励。谁看到了？
照相，哎，有没有上来？来照相，快点，2分钟时间哦。谢谢。好，哎呦，工作人员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文心帅不帅？帅哈。哎，没有声音，文心帅不帅？是。唱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好，哎，有没有照相的？哎，这么多，哎呦，你的粉丝。还有。好，给我们一点捏大哥，给我一点音乐好不好？串场音乐，谢谢。好，哎，还有剩下最后50秒。好，谢谢。对。哎哦，你的粉丝很多哎，照不完。谢谢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好，来，剩下最后30秒。最后30秒，有照相的人麻烦等一下去捐款，好吗？捐100块也好，200块也好，都可以哦。我们不可以输给王登辉。王登辉刚刚下去握手、拍照、签名，真的忙碌了2万多块。谢谢。好，最后我也要，你也要是吧？先等一下哈，我先跟。好，谢谢。妹妹，最后一个哈，最后一个。照片的旁边一样，我们要给你。那上次要发云端，你还记得吗？好，谢谢。最后一个。好。帮我叫那2个学生，帮我叫那2个学生要上感谢状。好，帮我上来，进来了。这个陈会长刚刚觉得他这个衣服画的。谢谢大家。最后一个没有喽。好，3、2、1，等一下有拍照的记得要去录。最后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院长来颁发感谢状，谢谢文心。谢谢文心，黄文心，感人起来，王文心是一个非常有爱心，还有耐心的人哦。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他支持吧。好，谢谢。再见，谢谢。好，希望下次再